好，在座今天我们这一章呢讲这世间法，世间法呢给各位大家提供让你们一个准绳。那我们有一个规律，我们要有一个目标，要怎么去做，这样对自己呢有好处，对别人会带来利益。那么我们这一章呢给各位大家提醒，在行为上面我们要求规律，在我们的行为，身口意就是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行为上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求规律，要有规矩吧，一定要有规矩，然后要有约束力，就是一定要能够自我约束，要有一个约束。你不应该做的，你不要做；不应该说，你不要说；不应该想的，你不要想，对不对呀？好，那么你在行为上面，你要求能够做到。我们独善其身的，最起码能够让自己不要去跟人家结恶缘，不要无缘无故的找人麻烦啊。基本的道理、基本的仁义道德，你要懂，一定这个最起码，这行为上你要求能够有规矩，能够约束自己，在生活上面要求简朴哦。我们的生活日子啊，各位，现在很多人呐不知足啊。那什么很奢侈浪费，这个也买那个也买，但是买来以后用不上，派不上用场，就搁置在那个地方，浪费了，很可惜。我们要简单，要朴素，各位对不对？哦，不应该浪费的，我们不要浪费，把这些钱呢省吃俭用，好好的利益社会大众。你种了这个广结善缘的好的因种下去，以后你有求必应呐你随心满愿呐，你要求什么就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结了善缘嘛，所以你的成就就高了嘛，你印途会开通啊，事业会顺利，自然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省下来的很多，好好去帮助众生。这些社会上面很多贫穷可怜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太多了。今天我们要知足，生活上要知足，自己要能够节制。能够知足，我们就快乐了我们要求要很简单、很朴素。在工作上面，我们要勤奋，各位对不对？不管在单位了，你不努力，你没办法成功。一个单位如果大家你不努力，人家看你就会远离你了，唾弃你。为什么？你就放弃你自己吗？谁会同情你呢？所以各位，我们要求一定要勤奋，工作上一定要勤奋、认真，要好好的奋发向上。我们在念佛上面要求要坚信，你今天有信仰的人，我们知道阿弥陀佛肯定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好，我在念佛这个上面呢，我要求怎么样？坚定的信仰，我有坚定的信念，有这个念头。我要为什么能够坚定？因为我知道我什么路都走不出去，什么方法都修不没办法相应。那我怎么样？既然念佛是佛要救我，我接受了，我不怀疑了。我不动摇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改变了，我就有坚定的信念。信什么？信阿弥陀佛。我一念佛，他要救我，我相信。我一念佛，我有资格可以往生，我相信。好，所以一方面信佛，信阿弥陀佛的救度；一方面信你自己，只要念佛，你有资格，你有条件可以往生，所以这样叫信。所以在念佛上面，你要求要坚定的信念。如果我们在行为上能够这样，在生活上能这样，在工作上好好认真努力念佛，我们能够有具备这个条件。各位，在人生活过程当中没有障碍，非常欢喜满足，每天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的在人生的生活里面过得很自在，没有挂碍。各位挂碍没有不需要有太多的烦恼，能够安然欢喜满足很自在的过日子。各位你看这个不是让大家羡慕的生活吗？各位对不对啊？让大家非常欢喜的日子。所以各位大家要努力，我们以这个为做我们的目标，好好的自我要求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幸福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